巴馬丹拿嘅苦心巨作設計，鈦金屬嘅外牆，九龍豪宅嘅地段，一間屋用咗過百種名材料呈現俾你睇。嘉林。呢度就係嘉林啦，希素嗱，你唔好睇佢係別墅，其實佢一個藝術品嚟噶，就好似意大利咁樣。意大利呢度九龍嚟啫，不過個中庭設計又幾靚嘅。冇錯啦，呢個中庭尤其是一塊玻璃啊，最高私隱度嘅戶外花園，配合埋層層嘅天窗，我敢相信不同嘅時間點都會有不同嘅陽光折射效果啊！喂 William 啊，快啲過嚟睇下，個廚房佈置得好靚啊，入咗嚟真係唔捨得走啊！梗係啦，開講都有話，女主唔使高，最緊要廚房樓底高嘛。你串我啊？唔係，我只係想講廚房有4.4米高，而且全部都配晒到頂櫃噶。你睇呢條樓梯，又有燈光，又有採光，每行一步咧都似偶像劇行出嚟咁樣噶。落樓梯就得，上樓梯咪啦，我都係搭 lift 啦。希素啊，呢度咧就有5間房，而5間房都非常之大，同埋有獨立嘅套間。咁如果係你，你會想要邊一間房啊？客房雖然夠晒大，但係睇過主人房就翻唔到轉頭啦。竟然係咁，清脆悅耳，一聽聲就知呢一嚿玻璃 handmade hand cut。係喎，呢度咪寫住咗咯，畢業 Italy 啊嘛。都有好多冇寫嘅，例如浴室主要嘅雲石都係嚟自意大利啦，加埋丹麥嘅 Vola 毛巾發熱缸，同埋配置地暖，令到你冬天都可以赤腳入浴啊！喂，天客啊，介紹個天台先啦。好，轉個畫面，我哋就上咗去天台啦。900幾尺嘅私人空間，望住個九龍都幾好 feel 噶。一場嚟到，要攝影師幫我哋執下個姿勢，裝下 B 先。Hazel，望住呢個天台有冇 feel 啊？如果冇咗你，都會有嘅。明白。